爱讲。但是下去。
亲哦，爱小家这位女子本人，你多么不爱祝福你是莫哈阿妹。阿妹。你嘿你，凤。大宴一场，来宾报啊！夫人，见过吧！我们必开始共赴英雄，丧妻小别痛苦哀悼。你犯我一边来！父亲。哇！哦吼，后上的忙走，路的啥意咧？莫别讲，公交时候老爷夫人上来。你不吃嘞？你唔会讲咩？公公婆婆菜色，太媳妇你眼饼干。小翠呀，你食材很强哦！我嘛该啦，小夫人很强哦！媳妇啊，只是轻心听听。小翠呀，我来问你，你係如何精通醫托啊？唔知，娘夫卡永遠曉得醫術係麼？啱唔知。你早就聽年鳳做的醫治係麼啊？也唔知。哈哈哈哈！你真是一門三弟。爱弟爱父亲去，玉鳳太弟。爱去玉凤太弟嘅妹耶。哈哈哈哈！爱嘅好心球，老爷，俺王家真是绝山之家，福地成盆，天天年年。做保佑，阿弥陀佛。夫人啊，天公爷，你一定要好好看好一番啊！然后转来一夜坤的。
我连说茶的心情都冇嘞。听见你娘子，你来参见父亲母亲，唔是，多谢父亲母亲。父亲，现在夫妻前来，为了何事？来呀，阿爸嘅生日到了，朝中同僚送來梳理，等下你一同欣賞，那要看到中意嘅阿爸我就送俾你啦。小翠也照顧年房按多年嘞，十分辛苦，也強下來調謝。多謝父親母親。说得有理，
此乃八国琉璃朋友片，应该当作传家之宝，保佑俺王家子孙平安顺遂，太太喜。啊，父亲，也拍一片，既是传家之宝，更做得本爱小翠欣赏一番。是。婆不必为难，俺会创嘅东西应该顺好走去。错啊，应该给佢数起来。冇相干，哪一看？哪一看？多谢父亲母亲。靠到朋友府下，这是谬妇啊！强婆婆所以啊，娘子，看你一次喜爱此物，何不将它留下来？此乃家从伯父，万万不可。婆婆所以留下来吧，万万不可，留下来吧，万万不可。直播，你咁开气？夫人呐，唔好爱用啦，唔就系个羊皮天天。你讲啊呀母啊公啊，羊皮打水呀，母亲，还显得水羊皮，万不以风水呀。母亲，此乃孩子个。万万不可，一马小翠。不好此啊！同心求将亲娘来对，年年内自体健，心中含有水，家传宝来人意对，拱手不立，家归翠。爱慕相爱，我看到你嘞。夫人啊，唔好安用啦。母亲，有了小翠吧。母亲，有了小翠吧。有心病。来猜你家心结
娘子，我不管你是人是妖，我都会留你强下。燕凤啊！哎呦！含笑燕凤啊！我儿啊，你俩又是何苦啊？我也是一时出剑，就会讲错话，让为自己去家杀讲出真情来。我早就让你讲，小翠唔系普通嘅百人，你看果然不爱团到，你啊得吹付钱，我看我有个神。唔怕，记起来报应嘅，下一摆个不过唔做好嘅咩？事到已经一只好意思，不过年丰记。但年年风唔好怪我超好呐。